孙女，来啦！我跟你讲啊，这吼阮试过啊，真安全。来，进来。来，小朋友，我跟你讲，摕包装进前，咱哦好好自我介绍一下。看头前，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阮是大一囡仔向前冲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啥？我是台湾熊，叫我阿雄。阿雄哦。我是阿晓。我是阿晴。我是露露。露露，四位小朋友煞了，搁要来摕包装啊！是讲阮来摕包装，恁坐伫遮是咧创啥？无安怎？我要摕包装，恁咧创啥？包装，啊，即满吼，你的探险队员对不对？拢愈来愈厉害。阮这关吼，我甲收掉的，我甲伊吼创较困难的，所以呢，我甲洪小姐嘛，我已经试验过啊。对嘛？小丁，你试验吗咧？无啊，我你有试落啊，我创啊试。伊向耳孔变做重的。我知影，你是惊讲你惊管这件代志互发现，还是惊讲无说你跋落来会互大家笑？你试看卖啦。我哪有可能会惊人笑？我头先安尼想者，我只是感觉讲哦，我若是一个人去你陪我，感觉足无聊的啦。感觉足无聊的。足无聊的啦。啊，你我都找一个人啊！妈呀，对无？你看，你敢有人要陪因去你的？我袂。露露你去你。谁甲你招人咧？你谁替你主持啊，的？你是里长的哦。你是队长，我是个队员。好啦，试看卖啦。确定安尼完全哦。嘿，有安全无啦？完全无啦。我若是练落去，你袂用去甲我笑。不要笑。可能甲你笑。哦，好啦，多谢。笑安尼袂安尼我就来试看卖啦哦。好，来，好，开始。哎呦。袂歹呢。哎呦，我了足好的咧，够你当足好的啦。无这是恐怖吼。你在闹我啦，尊。安尼用哦，加油！真安全。看会用的咧。安尼用啊。哇，你有想要做伙去休困无？露露先休息啊。你要休困啊？你够会使啊？安尼我先休困。加油！好。好，来，较细哩，要注意安全哦。露露拢袂喘呢。露露，啊你拄则去哩，哇，足赞的哦！你拄则去哩，敢会惊？对。喂，啊你感觉敢有好耍？有。敢若无，我想的遐尔困难呢。是啊，无你想的遮尔困我难。脑筋里真正是啥物拢会用的呢。真的啊。而且你就算讲真正无说你跋落，我嘛袂甲你笑啊，因为你拄则毋是惊，啊，毋过你去哩迄表现迄行为，已经互阮足佩服的啊。多谢。我问小朋友者，若是面对吼你毋捌接受过的代志，无了解的代志，啊，恁敢会惊？敢会惊讲失败，还是惊安怎？被攀岩。哦，抗山壁。对。哇，你足勇敢的呢，去抗山壁，我对你感觉足佩服。真的。露露看起来嘛，拢无啥会惊。是。你敢捌拄过会惊的代志？较少。小朋友，我甲恁讲哦，失败吼是一件足正常的代志，就算讲失败嘛是一种过程中的学习，会当吼咱上重要是要勇敢哦去试看卖，上重要相信家己做会到。对，啊，今仔日嘛足感谢队长，啊，还有咱遮的探险队员，哦，陪我做伙度过我感觉对我来讲是一寡难关。感谢你，今仔日就互恁来挑战。好，摕包装准备好未？我会惊的，多谢，好加载，多谢白大黑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引来卡。台语上练档，脸仔顶的两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包落来进前看又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答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。我的包装，恁就摕袂走啊！哇，这几个囡仔兄哦，台语会当讲是真流利，真强，一等一的，真正。所以我感觉有资格来甲咱教者。是。哦，恁到底是安怎甲台语讲到遮好，甲阮教者好无？我嘛无骗倒，就
就是阿爸阿母甲阮讲，我嘛唔知要安怎甲你教。哦，无我是替队长问的哎，啦。是，我真正啊好好学台语。甲恁合，我甲会当恁做伙合适者。请问一个，你平常时拢安怎学台语无？就是厝里有迄个环境会当学。哎呦，处理有迄个环环境。境啦，啊，为生活当中啦。对，啊一点一滴，啊累积出来。哦，安尼学习。嘿啊，啊你就尽量听因安怎讲，啊你尽量问，知无？好 OK，安怎摕大片？3块糖摕1块大片，6块糖摕2块大片，来准备接招，听那个。哎呦，来啊！来啊，尽量问。来，你几个字？两个字。你是啥物色的？伊哪色的？哪色的会当创啥？伊是一种动物。伊是种动物，动物啦。海底。哎，海底。唔是哦。是哦。伊会做啥物动作？伊头先讲到海底，伊比伊搁较大只。海洋啊！哎呦，好对，甲人拍招呼，两个字。两个你哦，你甲人拍招呼会讲啥？啊，还有其他的无？搞炸。哎呦，厉害！几个字？这两个字啊，伊是水果。果子，啥？我就甲你讲啥物色？干嘛色？干嘛？干嘛色的？派啦。干嘛？干嘛色啊？毋过毋是干嘛？哎，另外一个。内底有乌烧的籽，内底有乌色的籽，迄个榴莲。榴莲内底有乌色的籽，干嘛色？内底有会使加乌色的籽。牛奶，会使加牛奶。拍死了啊！拍手拍手。可惜。哎呦，波乐斯来啊！三个字，啥物名？一个人袂晓讲台语，一个人袂晓一个人袂晓讲台语，袂，讲着你啊！好，我到后一题。啊，三地。过年的时阵会放几啊天的是过年的时阵会放几啊天的啥？放假，啊，两个字。不打刚，几若工？连假，哦，哎呦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啥物色的？啥物用途的？爱困的时阵会安怎？爱困的时阵安怎？两个字哦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对。讲。几个字？两个字，创啥？会甲人相骂，会甲人相骂。相骂两个字哦。会安怎讲？甲会种歹听，袂，无你讲看卖啊。你讲啊。甲人相骂我会听。哦。来，你讲啊，甲人相骂。相骂两个字。你莫甲我骂哦，你莫甲我骂哦，啊是要拍死啊！想要听呢。拍死！几个字？两个字，出去耍的时阵找无爸爸妈妈，失踪，哎呦，看这个好有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用鸟啊，一种鸟啊！鸟啊两个字哦，想看卖。搁差一题哇，已经5题啊咯！伊的喙烂会使食，这个有听到无？啥物色？伊讲伊的喙烂会当食。鸟，哎呦！你都厉害！哇！哎，去啊！啊来位啊！啊，错。袂认得哦，这 bonus 恁无摕到，但我可惜了，因为你讲到袂这个字。袂。唔知。我的台语讲了无好，会去用讲的一个词。冤家，通安怎去形容？甲人相骂，甲人相骂。哎呀，哎，表演得真好啊！系啊，好厉害啊！ 6题2块大片来请听。啥物去提干？咱会轮流哦。唱歌干嘛做？好，来大起你。我转的安尼，来家。哇，第一关互因摕2块大片，我看这台语能力真好，咱真正爱较拍拼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个。甲我做伙耍。一位探险队员负责耍图，见耍一步，下底就会出现一条题目。其他的队员回答了，才搁继续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这乱去斗图，恁敢耍会转来？希望恁愈舞愈花，准备甲宝藏讲拜拜。来哦，文武耍图，哦，恁敢有内行？
我唔是介内行。哎呀，真老实这边咯。安怎？你这边安怎啊？我跟你讲，4分一块大片好， ，8分才有2块。两块。会当讲8分就是拢对啦，拢对才有2块。哇，时间有限哦，准备好哦。金队甲来，来，刷我是要到一个，赶紧坐刷起。刷起来。安怎？好来，来，小强，班，安怎？按对，来继续，后一位，刷，倒一个，来，跟到上这样，好来，好来，烟，啊烟，烟耶，烟，来，水，hen来，后一位，来，刷倒一个，啊电紧的，哦，露，来改一点。好，向，方向。方向，对，向，来，好来，刷，哎好。系哦，凹，A U 凹，腰到要死的腰，唔对，腰，高带，搞对，搞，刷，哎手，哎呦，小，鼓，醋对，醋对，对丢你来放啊下，不，哎呦，赶快，烟不安， ，N，对，好来刷，来哦，哎好香菇落来啊！好，安尼样的。哦，扣，跟他被完成了，扣，哦，对，落好。啊，哎呦，哎，跟渡过哎呀！过关。表演了嘛是算袂歹，咱做伙来去看卖啊，港运的还有啥物字？班安，迄个安班，做啥？安全啊散，三买三，散哦。好啊。散，好，后一个来一个鼓，对个鼓，煮菜，鼓对啊，鼓的鼓啊烟啊。煮饭啊，哦，安尼真济啊，还有烟。路上，哦，生啊，对啦，臭，生啊，安尼就有啊啦。哎呀，无毋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分2块大片，请摕。你系干啥？围哦来，上去你，你这当来啥？咱个用的等当刷下面还有机会通耍啦。好来，加。哎呀，哇，真好讲，安尼讲一个，把来到上尾关啊。对，来哦，真正秀起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干。Just do it！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空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你也是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哎，来啊！头先你讲迄关无内行，啊你感觉这关呢？第一关摕到2块大片。当然的啊。当然的哦，啊我问你，你平常时拢差不多几点困？哇嘿， 9点、10点、11点、12点、1点都有。哇，这么晚。哇，你的范围这宽哦。我有当时就早到厝，当时就晚到厝。啊，你第一个题目要甲你考验吗？好，时间题，来请出。小朋友真少听哦。6月18是礼拜，啊，请问6月4号是拜几啊？你会当袂使讲哦，袂使提示请哦。问你是老撇文吗？拜四，拜四哦。拜四。 6月18是礼拜，6月4号拜五，嘿，拜几？拜五。拜五，对，对。叮叮，到底是拜几咧？咱请洪小琴
解说一下。小朋友来答案就是礼拜，因为呢一礼拜有7天，啊咱只要若是吼7个倍数呢，就会拢是同款的哦。那是4号哟。对，是6月4号啊。 6月4号，啊，你18减4是偌济？14，对吧？我是礼拜。对啊，哎呀，可惜，真歹势啦吼。后一位，后一位，来，阿雄，请问一下，你介意食什么款的食物？我该食冰淇淋。冰淇淋，冰淇淋好表示食。甜的，甜的。爱食甜的。嗯。即摆即题要考验的是甲味觉有关系，五味题。来，请出题。若是讲一个人伤当酸，你会当用什么气味来形容？咸、酸、甜、苦、咸，倒一类。酸。酸，你感觉是酸来形容这个人最当酸的？你这个人最酸的，敢若有淡薄酸哦。所以你感觉形容一个人当酸是用酸？对，对。形容一个人当酸是用酸？对，对。哇！啊！真歹势，唔是这里哦，到底是倒一里咧？白大虾。答案就是咸。我咸到我拢无物件摕出来互别人啊，所以人俗语在讲一句话：咸、搁涩、当酸、搁燥黏。安尼你知影无？哎呦，是咸呐！好啦，歹势哦，这关我无分数啊啦。咱加油哦！加5分哦。哦，5分敢若一个尔，歹势。出来这题，我相信一定今仔日台语的程度应该有可能的，甲这个分数摕落来。嘿，啊，不过真正爱上细听台语题。我今仔日吼加入你这个店内底吼，啊，迄店吼就讲拢总100，拢总100，啊，我买5项，请问安尼是偌济钱？袂用甲伊讲，这是伊家己做答。 500。嗯哼。你的答案是500。好，对，对。我加油。到底是偌济钱啊？洪小姐，咱的答案呢，就是100块，是安怎呢？因为我下拄仔讲拢总100，啊，拢总100就是讲这个物件吼，就是100块。啊，我若是讲拢总100的话呢，就是吼每一项拢100块，安尼知影无？哦。歹势啦，安尼就要靠后一位小朋友提分数啊！上重来，来，好位，好好阿婷，听啊！你平常时上课拢坐什么交通工具去哈？加咯。啊，你有去参与过什么校外教学？美术馆。美术馆哦，啊，你当初是安怎去的？坐车。安尼有坐车经验，就有机会甲这个分数炸转去。来哦，倒升题，白大虾请出题。来，出去佚佗的时阵，拢会坐游览车。啊，伫坐游览车，我若是拄着撞风，我想要逃生，我摕着钢槌啊，这个车窗的玻璃，借问一下，我要讲倒一位？哎呦，一个车窗这尔大地，我要讲倒一位咧？谢个。四角，你哪会知影？因为迄个面顶拢有电视有写。哦，哎，有认真咧看电视。你坐游览车伊拢会放。对。对啊。啊，不过你的记忆敢有遮好？敢真正是迄四角？确定？确定。所以爱讲车窗的四角，对，对。对啦，总算是得分咯。好，白大虾替咱解说一下。唔对，就是四个角，因为咧玻璃就是靠这个四个角甲摕掉的，所以呢，这四个点你甲讲破倒一个点，摕掉的那无啊，伊就会足简单就破去啊，知影无？哎呀，哦，知影，了解啊。安尼有了解无？哦，即马就是恁命运
甲机会会选择咯伊。家己选哦，互伊家己选哦。来，请选。接我甲你讲啦，唔是伫这边，安尼就是这边咯，这边。我真正搁较过去的，嘛无伫这边。啊，安尼就是中哦。好，就是伫中，两个空，我你选一个空。两个靠选一个会量就好的呢。接下骹，下骹哦，敢会是5分的拜托5分。 ？Just do it。会当拄啊。哦，红开哦。哦，真正数分开。开耶！好啦，汤啊摕到5分，一块大片，什么人要去摕？先向你去摕。选手爱大声讲出来。文班好，好，来，文班。一拢袂用的啊哈。好来，即摆有5块大片，摕宝藏的机会嘛是有的哦，啊，不过敢摕到咧，赢来啊！来咯，吼吼，5块啦5块真2、3、4、5，平均一人摕块外啦，通安尼分哦，啊，其实袂歹啊袂。歹啊啦，真正的。啊，恁照这个办事落去看，敢有想要耍位咧？哎呀，安尼我要选。啊，你耍一个，你耍一个。就安尼，哈看平均。好好啊。安尼哦，决定。好，安尼就好。哈，敢会摕到宝藏咧？手甲扛起。较大力露咧。露，你会摕到宝藏啊？摕袂到就看这手啊！爱飞超过1空才有准算。露露，请飞！啊是，加油哦！哎呀哎呀！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哦，有吗？啊有啊有啊！有啊！露就好。慢叫慢叫慢叫，来徛呀，来徛。他啊弟弟的是遥控汽车，啊，遥控诶！遥控的呢。赞的嘞！哇，这台烟头咧，足歹呢。这是迄个咪咪嘎嘎，啊，毋过伊个会使念手机啊，会使。买到用这种的呢。安对啊，你家己看。我跟你讲，哦。真正一定足好耍的，你回去较好好研究一下。好啊。甲阮大家分享一下心情啥款？诶，袂歹，袂歹哦，真赞嘅。真赞哦。嘿啊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多谢你的介意。啊，露露咧，欢喜，欢喜。哎呀，阿秀咧，超级欢喜，超级欢喜。超级。水。阿丁咧，欢喜呀！好耍。有哦。安尼，佫有想要来挑战吗？啊，报名。哎呀，哎呦，真的大汉。啊，恁就等你来报名哦。加油！哦。好啦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想爱在你。嘿嘿。我想爱台语。好，刚刚在坐迄个，嘿那叫啥物？ ，roller coaster。云霄。对对对对对，真正飞天转地咧，心情起起落落呢。袂